做了没？啊，都不理。我每个礼拜写封面的那个，都花很多时间呢。那是我们的那个社论，周报的社论。啊，有对不？答案有没有对啦？啊，你答案有没有算对？都没人理我。哈，错的比较多吧？上面错2题，你我不是在讲那个读经啊，我是在讲封面。咱周报封面的题目有没有写？啊，没看到是不是？周报封面哪讲？第一页周报，甲恁画一个图，迄个题目有做无啦？什么？你有做？我那4本书是用 Word 画的呢，画的很辛苦呵，你们有空再做封面的题目哈。咱今日的经文来到《哥林多前书》第3章，一开始第1节到第10节，保罗有一个最重要的教示，也是咱要讲提醒无要紧，甲属性的、甲属肉体有关系。伊讲兄弟啊，我前甲恁讲话，袂掠恁做属性的人，是做属肉体的人。所以我们和本翻成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哈。保罗这款的写法，毫无困难，会甲希腊哲学二元论搞在一起哈。因为伫希腊的铁克，就是安尼认为哈，伊甲人、甲世界分做2部分，二元论，一部分叫做灵魂，一部分是啥物话？肉体。那希腊的铁克，其实不论各个他们的学派都差不多，他们的基础就是二元论，他们高抬灵魂，贬低肉体，肉体物质的迄是无好，迄会歹去。啊，灵魂呢？灵魂是不灭的，所以灵魂要去修炼哦。所以各位看这。那个灵魂不灭不是让基督教教示哦，是希腊哲学哦。我们不强调灵魂不灭，圣经的基础看人，肉体甲灵魂是不甲分开的，没有把它分开独立的去看。上帝创造人是对土混分风入去这样就代表肉体跟灵魂。啊，人若死咧，上帝甲灵魂安那收转去，啊，咱的肉体归转去土，对无？注意哦，我是讲上帝甲灵魂安那收转去敢是像即马咱汉人咧想的，讲人死了后，迄灵魂安那啪走啊飘没有伫圣经的描下来面的灵魂没有独立作业的一定甲肉体做伙才是真的生命好，遮保罗要讲，伊讲我无掠恁做属地神的人，是做属地肉体的人。那保罗是不是也是这个感觉？那个属灵的比较好啊，属肉体的比较不好。那他的属肉体是不是跟希腊的铁克同款，迄种感觉其实不一样不是咱若看咧就知影保罗是咧讲啥。伊讲，我捌用奶饲恁，无用米粮。我是用奶喂你们的，没有用饭喂你们。为什么？因为恁伫基督内面，抑阁是啥物货？婴啊！无看恁做大人，无法度食饭，无法度用米粮来饲饱。恁是婴仔，所以敢会当安那食奶。各位兄弟，先停一下。咱是婴仔还是大人？大人啊，毋过咱伫基督内面咧。
远诶，讲遐紧。咱伫基督内面是大人，还是抑阁是咧换会当食零尔？会要安怎想啊？要安怎思考？讲好，我做基督徒做30档去安尼，30档阁是会影吗？啊是讲迄啥？迄庄弟兄，第一代基督徒信主几档？5档对无？啊，6档哦，甲我斤斤计较。哦，6档呢？哦，啊伊这较先会影，我这是30档、40档的，我是大人，是毋是啦？看这是毋是安尼？咱来看保罗，伊安怎分别，到底咱伫基督内面是会影，还是会当大人？吼，伊讲，恁伫基督内面抑阁是会影，因为恁安怎？恁抑阁咧啥物货？万道三尖。伊讲，恁即款万道三尖的行为，是属伫肉体。是敢若亲像世间人的款式，哦，所以各位兄弟，咱来去思考一个问题：伫保罗的眼中，伊看基督徒，伊毋是直接讲，嘿，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假的基督徒，你真正有信耶稣无？伊无用这个方向去思考。伊讲恁是啥物货？恁若是伫基督内面是会影的基督徒，吼，恁。无法度食米粮，敢会当食零，因为恁抑搁在创啥？互相怨妒，互相相争。各位兄弟，咱是什么时阵会怨妒？嫉妒。都没有声音，好像大家都没有怨妒过吼。啊，咱什么时阵呢？我们什么时候的反应？咱是嫉妒，是怨妒。看啥？看别人比咱较好吼，啊，看别人有诶，咱安那？咱无吼。啊，另外一款诶情形，咱看别人比咱较好啊，别人有咱无诶时阵，咱替伊安那？替伊欢喜，用欣赏诶心情去看，敢有可能是安尼？是啥物款诶想法？咱看别人比咱较好，啊，伊有咱无，咱用欣赏诶讲，哇哈哈哈，你真牛吼，赞！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款的人看别人比咱较好，啊，别人有咱无的时阵，咱是怨妒。啊，什么款的人是看同款的情形的时阵，咱是甲欣赏、甲娱乐，迄差伫对？是什么样的心态差伫对？什么款生命的本质？好，无要紧，咱思考，咱搁较看咧。伊讲吼，保罗一只，伊无去讨论任何罪怨妒甲三争的情形，因为伊要处理的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伊即马保罗讲，恁遮的人，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有人咧强调讲，我是属保罗；迄个人讲，我是属阿保罗。安尼恁，遐毋是趁人的意思吗？阿保罗是啥物？保罗是啥物？是恁所对因来信的称恩，照主所赏赐达人的吗？上帝安排阿保罗、保罗诚做因的使徒，诚做因的老师，诚做因的教师，是要互因，遮个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是要趁，是要互因去对，遮个基督徒去对因来学习。得到这个福音，啊，毋过因遮煞开始咧分讲哦，我是啥物人，你是啥物人，你是啥物人的？保罗头前讲，你是，我无看恁做属神的，是看恁做属肉体。我头讲过，已经甲希腊体壳的迄种高举灵魂、贬低肉体是无共款的概念，因为伊讲恁属肉体的。是安怎？是属肉体，是因为恁搁咧怨妒、三争，是照世界的款。所以咱若要来看，啥物叫做属神的甲属肉体？若要按照咱
保罗咧讲啊，是讲其他圣经的经文咧分别的，唔是按照希腊哲学的灵魂跟肉体，灵魂高肉体低，不是，伊是按照你是属于圣性的款式，还是属于世界的款式？你若属于世界的款式，你就真正会三钱会万度。啊，你若伫圣性的款式，迄是无共款的表现。所以用这来做例咧讲的时阵，伊要抓一个重点。当咱咧讲我是属保罗，我是属阿波罗的时阵，有一个现象是他们在结党，对不？各位阿姐，什么叫做结党？结党？圣歌队是毋是结党？是毋是啊？圣歌队毋是结党？有人顶头，有人摇头。啊好，少年团契是毋是结党啊？按照结规完算毋是结党。各位这重点毋是组织加做一个团体、小团体，重点不是这个样子。重点是你聚集，你组织加做一个团体，要创啥？要创啥？圣歌队组织加做一个团体，要创啥？啊？要献诗哦。讲这清楚，我则惊伊讲要练诗，啊，要练诗嘛有一个目的吼，伊要献诗，所以这个是结党。你们对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呢？他们是不是结党啦？哈？但是下晡吼，中秋会要开会，是毋是结党啊？各位兄弟，咱伫一个大团体内面，敢袂讲你甲啥人较好，会袂？会袂？自然哦，恁的性质就较共款，哦，恁讲话、思考拢做成，会结做伙袂啦？会啊，哦，所以就是结党，对不对？是不是啊？各位兄弟，我们要搞清楚啊，结党摕人骂人的时阵，甲结党这个话摕来骂人的时阵，咱来清楚伊的意思是啥物货？因为明明咱就会组织做伙嘛，较烧我的人，较欢喜做伙的人，咱会较多交陪，咱会组织做伙，那个是不是结党？咱来清楚的了解，那个不是结党然后他讲到结党，头前保罗咧讲介重要的，保罗讲恁抑阁是婴仔，毋是会当食米粮的，因为恁安那两项万道。什么货？纷争三钱所以各位兄弟，咱学到讲圣歌队毋是结党，无拄啊好，因为咱固定教会若有圣歌队、米队，咱两队呢，这两队开始安那？因若万道三钱，这两队是毋是咧结党？就变结党去啊！各位兄弟，咱看因的性质，毋是看伊表面。咱即马看讲，迄确实的那一圈，每次做完礼拜都怎么样？都聚在一起，他们在干嘛？我在讲哪一番话？他们在结党。无拄啊好，所以不要唔通讲，哎呦，圣经要我们不要结党，安尼吼安尼。咱礼拜刷呐，比亚蹦蹦嘞，紧啊啦，紧刷毋是，保罗是为迄个万道甲三支的一个情形开始咧讨论，所以重点毋是因组织成做一个小的团体，重点是因安那，因组织一个小的团体，煞变做咧纷争。变做咧万道，所以保罗讲毋是啦，这款的是世间的款式，是世界的价值。到我已经甲恁问各位兄弟，讲什么时阵人去拄着别人比咱较好，别人有咱无的时阵，咱艰苦，咱无爽快，咱万道。
因为介简单的情形是，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阵，伫看，你当然就会怨妒啊，是毋是？当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阵，咱就会去认为讲，是安怎伊会当有，啊我咧，我无呢。咱即款的情形是咱生命的款式是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咱会怨妒，啊要去争，要相争。所以，什么款的人，各位兄弟，当咱是什么款的人，咱看别人会表现比咱较好，咱看别人有，咱无的时阵，咱是欣赏，咱是娱乐。他拄仔讲，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拄着即款的情形，咱是怨妒，咱要甲争。啊那，什么款的人，拄着即款的情形，是会欣赏、会娱乐。别人有咱无，别人表现比咱较好。什么样的人，伊袂去怨妒、相争，伊是会欣赏，伊是会娱乐。以什么为中心啊？以上帝为中心吼。啊，若要用潘霍华的讲法，各位兄弟，我在2、3年前讲很多次。潘霍华说，咱人拢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毋过基督徒伫团契的生活，伫信仰群体内面的生活，基督徒大家去学习过什么款为中心的生活？忘记了。以他者，潘霍华的讲法是 otherness， 他者，他者，你我他的他，他者，什么叫做他者？因为伫潘霍华的观念里面，你这个存在以外的存在叫做他者。他为什么不讲别人？他讲他者，他用一个 otherness， 因为伊甲上帝想入去啊。他认为说，咱人的他者，各位兄弟，恁是不是对我来讲是他者？是吧？otherness， 你拢是他者。啊，毋过另外一位嘛是他者，就是啥？上帝，上帝对我来讲嘛是他者。就是你，各位兄弟，当咱以他者为中心的时候，你不会迷失，你也不会走无去，因为你若是有尊崇的对象，这是皇帝，这个是蔡总统，你以他为中心，你是不是也是以他者为中心？是不是？不过这无健康啊，这个他者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时阵，你看其他人介重要。当你毋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看到人比咱较好，你看到人比咱的表现较好，伊拥有的物件较好较济，你就袂怨妒相争，这是介重要的。所以讲，我看恁真做也是属于肉体，是婴仔，是无法度食米粮，因为恁即卖的生命的价值是世界的价值，恁的款式是世界人在行的款式，恁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处理你生命拄着任何的情形，所以因会注重什么货？我栽种嘛，是不是？会注重我栽种了，我浇灌了，固定教会年度的预算，年度的决算呢，看一看我怎么样，我奉献了，就是讲，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去看这些代志的时阵，你家己会走出来，会这管这大的走出来。保罗咧讲唔通，大用属灵的款式，大用上帝国的价值，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他者为中心的时阵，你就会看到，其实是上帝互伊安那成长。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看到拢是我的付出，我的功劳，我做偌济，互这个代志安怎成功。毋过保罗遮咧讲的，唔通相争，
唔通讲你这阵是保罗教出来的，这阵是阿波罗教出来的。恁咧拼先看送，是送的功劳，互这个团体，互这个信用的群体，更较成功，表现更较好。讲下这保罗的重点就是伫遮，伊并无认为袂当聚集做伙，小的群体，你袂当甲你较欢喜介的人三甲聚集，这毋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讲，咱毋通以自我为中心，咱毋通干那要掠家己有啥物款的贡献。所以，当咱即阵人聚集，本来是要诚做水的事工，煞到尾变做伫甲别个群体伫遐伫怨斗，伫相争。所以保罗上尾啊，伊就一个提醒，伊讲我甲阿波罗，我是上帝的同工，我们是工人，伊的奴仆。吼，阮传福音，阮教师，阮逐人爱照家己所做的结果，得到家己的赏赐，对无？是毋是啦？恁看圣经一下好无？有当时啊，顶悬无数的乌白讲咧，看圣经一下。保罗讲，咱逐人爱照家己所做的结果，啊，得到家己的赏赐，对无？看这看袂出来有对无？爱看圣经，毋知看，知影我有写对无？敢是写安尼？保罗敢是讲，咱逐人爱照家己所做的结果，伫对上帝遐得到家己的赏赐，是毋是？咱敢知影是安怎？咱看袂出对写毋对，你知无？因为这是世界的方法，这是世界的价值。保罗毋是安尼讲咧，保罗讲啥？咱逐人爱照家己啥货？和本下功夫吼，是什么功夫？是咏春拳吗？毋是，毋是这个功夫。咱台语的翻译较好。啥物货？钓磨。咱逐人爱照家己的钓磨，得到家己的赏赐。这两句无共款无？上面是咱逐人爱照咱家己的结果，对上帝遐得到赏赐。啊，保罗下骹是讲，咱逐人爱照家己的钓磨，伫上帝遐得到赏识，有无共款无？这两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个人要照自己所做的结果，上帝给我们赏识，还是我们个人要照自己所做的丢磨劳苦，上帝给我们赏识？世界是哪一个？世界是哪一个啦？上面吧，对不？咱伫公司表现怎么样？好。你伫公司表现好是什么意思？每天很认真上班工作，是不是？不是啦，你伫公司表现好是什么意思？替公司啊呐，趁钱，毋叫表现好。你若是迄个 human resource 的管人事的，你裁员很多，让公司赚很多钱，就是什么？表现好啊。世界看啥物货？各位兄弟，世界看啥物货？看结果。我真的可以跟大家保证，上帝国看啥物货？看过程。上帝国看过程。上帝所在意的，毋是咱做啥物水的结果，上帝所在意的。是咱安怎做一个水的过程？讲下这，你做着磨，你做辛苦，你一定成功对无？无一定吧？所以你敢因为安尼，无法度得到上帝的赏赐？讲下这，保罗短短一句话，就颠覆世界的价值啊！咱若敢若要看结果，迄真正三更
纷争就更较容易，就更容易了。咱若看人的着磨，各位兄弟，迄若照我的经验，咱看人的着磨，伊的意志、着磨辛苦，咱心内会感动的啦，我们会感动的。这是一个水的呈现。无法度，各位兄弟，咱活伫世界，咱这容易就转换频道去看结果。所以各位兄弟，咱需要常常爱三提醒，常常爱三勉励。不是看你做的成果，而是看咱是不是有认真拍拼去做。所以保罗伊讲的意思，敢是栽种、浇灌不重要，不是啊。这上帝设计，上帝的设计，让植物要有人栽种，要有栽种的动作，不管是不是人，然后要有水，要有养分，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成长，像的设计。各位兄弟，咱爱想清楚哦，像的设计，这是上帝的设计，咱唔通经验久啊，我经验久了，我只要栽水，它就一定会怎么样？成长。如果它不成长，就是欠我的，信不信？各位兄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即摆若甲种落，我甲水，伊电台安那，大长起来，若无咧，这欠我的呢，辜负我了。咱伫上帝恩典内面伤久，太久了，我们就忘记了，其实咱若栽种，若甲水，伊会长大，这是上帝的设计，这是上帝的恩典，为头到尾拢是。可是因为我们久了，咱做伤久，迄个自我为中心佮走出来的时阵，咱就会去感觉讲，嘿，这是我种的。这是我水的，所以一定得安那，一定得成长。所以保罗伫遮一直提醒，唔通目睭，唔通定伫讲你家己的栽种，你的水，唔是，是伫对，是爱栽是上帝互伊生长。你千万唔通认为讲，上帝要叫伊生长，就叫伊生长，所以我唔免安那。我嘛免种啊，免水啊，千万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很容易有很大的信心，伊讲，我若做，上帝就会甲咱安那成全；我若祈求，上帝就会甲咱安那回答相属。会不会有这个信心？有嘛？有时候圣经不是也这样写吗？不论你求什么，求必什么得着。迄拢是咱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的时阵，会走出这款的情形。不是啦，要反过来思考，各位兄弟，是咱伫上帝的成全内面有份呐。就是上帝本来就是要成就这个事情。今日咱较好运，咱甲这件代志安那有关系啊？是不是福气？是不是有福气？你若在张，你若在想讲，哼，那我就不做了，看你会不会成？会不会成？各位兄弟，你无爱来唱圣歌队，以后过年到下礼拜讲就无声。有声无啦？有声无？无人唱，我放音乐带，我告诉你，你唔通了讲，干那我来服侍上帝的工课较会成，唔是，是上帝本来就要成就这个事工，要行这个代志，今日呼调你来，是你安那？是你的福气啦。
看下这，我咧讲你的福气，人无人咧笑咧，拢无人讲啊，这是我的福气啊，怎么样啦？都没有人要理我。所以讲下这，咱哪会当掠条保罗伫遮讲的代志？伊不只是咧讲，讲一下这，你唔通认为你家己做是互这个代志成功，其实是拢是上帝的恩典，哦，上帝的设计，不只是咧讲这尔。